呢個聖經講出1哥林多書1:18節咁樣講到，呢個十字架嘅方面對於滅亡嘅人，因為是個恩雅傳出嘅十字架，傳出嘅福音嘅方面，但係本是個實得救啥呢個消息。就係上帝嘅力量，傳十字架嘅方面都係傳到主耶穌嘅方面，主耶穌都係上帝，也就係最好嘅消息傳俾人哋。但係幾多人唔相信啥嘅人會即刻傳到恩雅嘅消息，但係即刻相信啥呢一個消息就係本是個得救，因為喺上帝嘅方面，喺啲福音嘅方面，能夠本是個得救，對即係個相信啥係咪得救呢？當然係個嘅戀愛得救。個世間你喺度都潛死嘅方面，然後是個離開咗世間嚟講，是個得救。嗱，上帝耶穌基督嚟到世間，即係為了是個得救，屬是個嘅罪，三面是個嘅罪，嚟曬相信嘅啥都係得救。阿門。